中间用主的话来勉励咱来培灵，嘛等于宣告咱54年的这个时间已经正式头前是咧准备啦，即嘛正式。那用时间来讲，有2个时间点，到2026年，就是咱的54年的正月初一，那剩半冬啊尔若讲到咱的8月咱明年的8月14、16，咱要庆祝52年，嘛是剩一冬啦定。当遮的做咱一直强调，一直提醒，一直甲咱兄弟邀请毋是讲好像即个时间到有啥物重要，别个时间无重要，较毋是啦。是呢，咱共同有一个目标，就是讲咱要走偌远，咱做伙到遐集合咱开始讲爱准备，爱去做，应该硬体的准备，咱各种事项的准备，兄弟姊妹操练甲造就，拢逐项一项项来行，一项项来准备，互伊当实际到位就对啦真感谢主，上帝通过蔡牧师伫咱中间，甲咱做美好的勉励。咱今日线接要来接续伫咱中会所甲咱推动即个灵命操练这方面的时间大家要做伙对7月嘛是要做伙开始所以咱要通过圣经来互咱学习勉励讲，即款的敬虔的操练是何等的重要咱3个来祈祷，才来开始。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恩典听堂施恩赐福，互阮3甲5分伫富强教会来敬拜、来服侍、来操练，也经历上帝你的恩典，通过兄弟姊妹的参与，互阮看见主你的疼，安怎伫阮兄弟姊妹互相的相处和睦，大家互相服侍、互相关怀中间，来活出上帝国的疼。这是阮伫富强教会上大的福气。阮每一项弟姊妹拢有份参与伫即个起做，伫你面前，阮要3甲5分来学习主你的话，求你也带领阮下面所学习的时间。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我拄则有讲起，咱迎接52年，毋是讲咱伫倒一个时间点才是重要，若是上帝来讲，对上帝来看，讲1000年亲像已经过去的昨日啊，所以时间一直在进行的，一直在行，无咧等人。但是咱人有需要一个呼吁，也是有一个操练，通好伫一个某一个时间点，咱来完成一项事。我会记得早前咱台湾人咧少年人伊若讲要成家立业成家立业成什么叫做成家立业？要甲另外一半结婚有媒人替咱找啦是大人就替你准备就甲你来找亲情。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讲，特别伫阮故乡庄脚爱起厝啦，爱起厝起好毋才有叫做成家立业安尼。阮遐人起厝都毋是讲有钱就好咧，拢爱开始准备遐材料。阮庄脚的所在，第一也无迄个各种的建材拢无准备好所以阮真侪的少年人有时是专家拢爱去海边乌沙啦，乌遐海沙，去捡石头，这2项迄叫做材料嘛。再捡几若冬呢？因为迄个海沙是海水，虽然迄沙白白水水但是袂使起厝所以甲放到海边用一个即个石围墙甲围起来沙一直甲倒落去，吹风晒日落雨互伊慢慢洗，盐分拢洗了迄石头嘛是爱捡，因为较早也无砖爱捡石头，有诶捡罗锅石，就是珊瑚礁拢捡做伙。庄脚人大家也真诚实啦，袂讲这恁兜诶沙甲你偷乌啦，一人拢捡一堆。迄叫做准备要成家，你就是爱准备嘛，爱准备去做嘛。所以等好的时阵，咱再请师傅红门头爱买啦，无较早是用石花。阮庄脚迄个古早时代无红门头的时阵爱搁去敲土咧，骹落去打迄个土粉，土粉落去
就是个搅足侪物件，啊，然后再来贴石头，啊，抹遐个石灰，啊，才能起厝。相款，咱福强教会50几年要到，咱敢是着逐项拢爱准备，逐项拢准备好，啊，到时间到啊，啊，万事皆备啊，万米皆备啊，啊，咱就是欢喜感恩就对。啊，所以咱对旧年开始已经陆续办真侪活动啊，咱过来会更加密集就对啦吼。所以上面咱需要较侪兄弟做伙有份参与，因为你有参与伫内底，你较会经验着讲，我是一份子呢。即个大喜事，即个感恩的事是我有份的呢。第二是，咱也有份做伙去做，是因为咱要做为做50几年，除了有这一寡硬体的即个改善以外，咱办足侪的活动，推动足侪事工，啊，拢需要大家的参与。参与毋是只讲你有出力出工，咱嘛邀请兄弟姊妹做伙奉献，为着即特别加出来，才会50几年的事工，做伙有份来做奉献。顶礼拜，蔡牧师来咱中间培灵，因为伊甲咱同工10几年，所以真了解咱的教会。除了讲遐个感恩的故事以外，嘛用即个伫水门彼得，互一个变水的起来行起来跳，即个故事，甲咱做真重要的勉励。这勉励就是讲，咱事实人的准备是必然应该，但是你若无仰望上帝，若无靠圣神的工，咱人所做的是有限，到一个程度就无法度啊。所以讲，咱就要经历上帝大权能，因为你要有敬虔的祈祷。所以你要对人有疼心，啊，你要有分享的热情，有分享的热情，啊，佮上要紧的是，你要经历上帝的大权能，上帝运行伫咱的团体，伫咱的教会，伫咱所接触的人的中间，然后你就会当伫迄个所在看见迄个改变。迄个改变毋是只干那物质上的改变，也是迄个硬体的改变，是一个整个生命的改变。就像即个去食，原来是只干那讨一点仔钱，也是一点仔物件，通度我若定，但是竟然是伊的脚用起来，也行也跳，来学了上帝。到最后要紧是啥物呢？你得着好，得着勇敢，你爱做见证啊！所以即个去食，伊到最后讲也行也跳啊，甲百姓拢入圣殿学了上帝，来见证上帝的意志。啊，这嘛拄啊好，是咱福强教会要赢至50几年，迄个基本的要素，拢伫即个分享的中间。啊，所以兄弟姊妹，咱有份参与伫50几年，毋是只讲你是福强教会会友，咱兄弟姊妹，是因为咱共同一个梦，即个梦咱要望伫50几年，达到一个更较成长的目标，一个进步的目标，灵命的目标。啊，所以也真拄好啦吼。咱讲中会为着要赢至咱100周年，就是咱中会设立100周年。啊，伫即个90年的时阵，就开始推动一个黄金10年的事工。啊，伫顶个月，咱就邀请台南中会14间教会，就是讲有开力通做试办吼，来试办看这8项的属灵的工，咱会当来试办看嘛呢？来操练一下会当推动无？那咱会当推动，可能其他的教会嘛会当推动。迄有亲像吼，咱知影讲爱人体试验对无吼？一个好的药啊，有效无效吼？有人志愿讲我袂，较早咱咧新冠疫苗时嘛，有人还会试验咧吼，试验看嘛。咱是试用就对啦，试用看安怎？所以牧师伫月初有甲咱分享第一个主题，今日第二个主题就是要甲咱实际讲，但这8项操练，当然实际上对咱的敬虔的操练有甚物利益，有甚物帮助？咱拄则读的这2段经节，你一定有印象，因为这2段经节也会使讲是咱这个8个属灵的操练吼。一个等于是咱的主题经节就对啦吼，咱的主题经节就对。感谢主，
咱会当等下咱去做复习啦吼。兄弟姊妹，灵命健身、敬虔的操练，咱就是看见着讲中会黄金10年甲富强50彼年拄啊合做伙。啊，明年正式实施嘛，拄好是咱50彼年。假使咱若是这半年已经有操练好势，当兄弟姊妹讲，哦，咱正式起跑啦，50彼年起跑啦。啊，咱中会黄金10年的8项操练，咱来起跑啊！啊，咱伫顶个月，咱去参加即个顶个说明会的时阵，咱一寡同工就咧讲，咱敢要讲啊，有人志愿要参加的无，才来参加。啊，咱大家拢有信心哦，讲咱教会吼，若即8项，咱足侪人拢咧做啊啦，咱就喊一声讲来哦！啊，咱这像咧慢跑安尼，走马拉松，啊，已经一大堆人咧走啊，讲啊，你要搁加入无？来，啊，做伙，啊，大家做伙来往前迈进，安尼就会使啊。我讲这有信心哦吼，意思讲吼，有人袂无？毋是即句话讲，也袂参加，还赶紧来，安尼样意思啦吼。毋是叫人有人袂无，是讲全员大家拢有份。啊，但是有一寡程度啊吼，8项咱拢没有什么阻碍，大家拢会当顺利完成，安尼是上好。但是可能有一半项你也袂当达到，你嘛免累志讲，哎呀，这8项吼，我几啊项袂当，啊，莫做好，毋是呢。你一项做一项嘛好，2项嘛好，达到3项嘛好。其中特别是生活，甲咱家庭生活有关系哦。迄是你买甲毋尔，敢毋是吼？同意愿意，啊，你就完成啊。啊，咱就分一张表，互你听，讲啊，这8项我到底倒项完成？啊，倒几项也需要努力，安尼就对啦吼。啊，所以这是咱顶座讲的，牧师搁点仔复习，因咱中会要2003年吼，5冬后迎至100周年。啊，所以呢，咱就是10冬中间加称呼叫做黄金10年。啊，牧师捌伫其他的时间捌讲过，讲这黄金10年，毋是讲别的时间拢无黄金，这个是黄金啦，是讲咱用这个来正做是咱看重的。啊，这个教会宣教、教士成长、甲灵命操练的计划就对。啊，拄啊，咱要迎至50彼年，讲安尼拄啊好。啊，咱中会甲咱传便便啊，咱都大家来加入安尼吼。咱毋免搁了工就对，一摆就会当完成啊！啊，咱搁而且是提早半冬，对7月初1开始，咱大家做伙好济来努力，啊，大家来学习就对啦吼。啊，这个中会黄金10年，伊的主题叫做中心门徒属灵敬虔操练8步，8步就种8步调。啊，咱有81间教会哦，咱台南中会啊，啊对新营南平啊，对麻豆迄边啊，一直到台南迄个二站巷溪啊，拢总81间，大细间拢有啦。啊，咱富强教的是14间，中间的1间讲，啊，恁来试看嘛咧。啊，恁若富强教的试会使吼，啊，其他教的都无问题。啊，恁若无法度吼，啊，恁搁来改安尼。啊，所以是看重咱讲，大家来试看嘛咧。啊，兄弟姊妹也讲，哎，迄无效啦，啊，未曾试就讲无效，安尼就。啊，中会都毋敢做啊！你敢知影吼？啊，所以咱对明年开始啊，全面实施，毋过是这半年，啊，要听咱兄弟姊妹你实际操练，啊，你有啥物啊成果？有啥物啊好诶？这个领受，还是讲你有啥物所在？迄个困难点伫倒位吼？啊，咱讲遮诶是讲，啊，教会。我来做礼拜就好啊，哪会着遐侪功夫，遐要创啥？啰嗦啥货安尼就对啦。啊，所以咱这个不厌其烦哦。搁一遍讲，敬虔的信仰需要操练啦，无咧讲毋免操练的啦。吼，遐便便伫遐都有哦，无爱操练。你健康需要操练，运动需要操练。你伫你的职业上、你的工作上的功夫，你敢毋免操练？运动员足需要操练，啊，若安尼，这个操练毋免搁解释啊，就是讲，我操练到什么程度，你有法度通去成就什么。所以，咱拄则搁读这个主题经在讲，身体锻炼固然有一寡利益啦，但是灵性的锻炼伫各方面对你来讲拢有利益。灵性哦，灵性方面搁较需要锻炼，肉体健康啊，咱拢都爱各方面吼，咱真侪兄弟哦，足注重。养生注重运动，哇！足侪人早起拢去公司过用行的吼，啊，当然少年人就搁较高强度的运动拢有啦，因为你足重视你的健康。但是伊讲吼，
身体健康当然是要紧，但是更加要紧的是灵性呢，伫各方面对你拢有利益。因为这个利益毋只干那你心灵所得到的祝福、甲喜乐、平安，伊讲这个是甲永生的愿望有关系啊！哇，安尼这遐重要，吼，等于咧投资就对啦，吼，投资就对。肉体生命的丰盛，佮加上永远生命的祝福甲应允，安尼即个无操练，哇，你就了罪啊，敢毋是？足侪人讲来教会做基督徒，吼，啊，我嘛是甲平常时事农工商拢都爱甲人共拍拼，我也无比人较勤苦啊，毋是即间安尼，是因为你有一个永生的愿望，你现在的拍拼努力。参加教会敬拜服侍，拢为着将来迄个永恒生命的祝福，拢伫迄个所在啊，伫准备就对啦吼。遐尼即位，啊，当咱既然有了解，咱就是讲，即个确实需要训练，到底是甚物原因？台语的圣经咱搁较上简单，伊讲操练身躯有淡薄利益，毋过敬虔对逐项拢有利益，因为有现金甲将来活命应允安尼。咱顶摆有讲过，讲原文吼，操练的原文吼，真哪写的意思？讲我脱北体落去操练，拢无咧假的吼，就是你的身躯倒位有软脚有软弱，拢都爱专门呈现出来，就是要拍拼操练。但为何需要信仰操练呢？咱搁该整理一下，第一。真正的信仰改变是你的心呐，你的心，你的心需要操练。那有讲啊，我知，啊，我会晓呀，啊，我捌，安尼够啊。但是信仰毋是头脑。足侪人讲啊，要信啊，我有信啊，我接受啊。但是你根本无有迄个心的接受，无有迄个信仰的栽培操练。当你拄着艰难，你拄着妖异，拄着刺激，拄着跋倒，啊，你就无去啊。因为你无操练。第二，敬虔毋是学问啦。吼，有的人吼讲伊圣经读几遍啊，但是吼行为信仰都无表现出基督徒的款式啊。要烧麦啊，袂输人啊。吼，啊，伫社会甲人做伙啊，歹斗阵啊。你讲你读圣经读偌济，所以毋是知识的堆叠，是心灵的结练，迄心灵的改变。第三。敬虔毋是干那伫礼拜日来敬拜上帝，即个宗教，即个宗教仪式哪定？吼，意思讲啊，我都咧做礼拜啊，唱歌我嘛咧唱大声啊，吼，啊祈祷我嘛发阿门啊，吼。安尼说是一个宗教仪式，一个生活，是要带来互你伫逐日的生活中甲主有关系。你若讲踏出礼拜堂，全拢袂记去啊。人讲变回原形啊。安尼，即个信仰也无真正伫你的生活来实现。第四，信仰若停留伫头脑，迄叫做宗教；信仰若落实伫关系，人甲人的关系、家庭的关系、甲上帝的关系，迄个叫做生命。所以吼，咱嘛有看见讲，以前有遐个毋捌字的阿嬷，也是讲无受过啥物教育的阿伯。也是长辈，但是伊都照起工来啊。伊的生活，伊的行做，伊有活出迄个信仰的生命。你讲伊知识捌偌济，圣经有读偌济，无一定，但是伊就是甲信仰活出伊的生命，活出伊的生活中间。像即位第五项，成熟的信仰，毋是在伫你有偌济激动的时刻。意思讲啊，我参加礼拜，哇，规个人吼，足火热的吼，足感动的流目屎呢。啊，毋过迄个激动一个去，拄着困难，拄着现实的生活，拄着柴米油盐酱醋茶，拄着上实际的经济问题，你就心软去啊，你就心放弃啊，安尼毋对。迄激动是要带来你甲上帝的相同行，迄个忠心的脚步啦，迄个忠心的脚步。昨暗咱的青少年有举办迄个第三场礼拜，拜六个礼拜。啊，詹牧师伊讲一个主题，讲对我行，耶稣讲你对我。啊，学生囡仔吼有甲问迄个问题，讲
啊，你要军队，耶稣是要哪军队安尼啦，吼。啊，有影，耶稣都是2000年前啊，即摆耶稣也无伫咱身躯边，你要哪军队呢？要哪军队呢？事实，迄个军队就是讲，主安怎讲，啊，我欢喜安尼做，迄叫做军队。军队毋是远远讲，啊，你头前行看觅咧，啊，我蹛后壁看，毋是啦，是骹步平平甲主相同行。所以，即个成熟的信仰，即款无操练，甲用话的无效。所以咱嘛真侪兄弟，咱拢了解，特别台语的基督徒，咱讲吼，听道理无够啦。哦，咱来去听道理，哦，看到确实足好、足虔诚的，有听都无去行，所以信心若无行动，就是假的，就是死的啊，对毋对？啊，所以兄弟姊妹，属灵的生命若无操练，你一寡俗世的习惯，就搁来颠着你啊，会主导你的生活就对啦。迄属灵的操练吼，足无简单，因为你爱一遍搁一遍，互伊变做习惯就对啦。啊，真感谢主吼！啊，牧师进前捌甲咱提起讲，啊，咱中会嘛另外推动一个叫做“男人勇士”的事工。啊，这男人勇士吼，意思是讲要烧兄弟吼，啊来好好信仰的操练就对啦吼。因为以早咱拢有讲妇女会啦、妇女团契啦、啊姊妹啊，啊较少咧讲兄弟，因为较早的生活形态，兄弟拢咧外口拍拼。啊，姊妹吼做家庭主妇，但即摆这时代无共啊呢，大家拢平等呢。啊，咱真侪兄弟拢咧讲，即摆吼伫外口吼，少年爸母吼，拢爸爸咧爱囡仔呢，吼爸爸咧爱囡仔，爱啊足好势啊，吼啊即摆吼爱囡仔讲袂使爱后壁，吼讲互囡仔骹开开啊呢，讲后摆骹会开开呢，即摆是压伫头前，啊若无就用一个像个脚一个背包的脚架呢，啊，所以即摆是男女拢互相需要操练。啊，我咧讲，因为伊开始要推动讲，啊，恁牧师先来操练看觅安尼。啊，所以吼，啊，差不多9个月前啊，9个月前，逐礼拜拢爱去太平间教会。啊，因为这朱牧师吼，伊是前一期的啦，前一期操练好啊。啊，才换阮3、4个牧师吼，去到伊遐，透早7点半开始陪伊，1点半钟。哇，有真侪工课吼，阮做牧师的嘛感觉哇压力足大呢，因为吼拢爱抄迄个与神同行的作业、查经、读经的作业，一礼拜爱写4篇，啊爱背金句，一礼拜背一个。哦，较早咧背吼，少年囡仔咧背是足好背啊，即摆哪会咧背，头前背后壁袂记安尼啦。哦，安尼足紧张，你敢知影？像个学生囡仔足紧张。啊，搁一个迄落吼。咱咧背经文吼，因为咱人若有会吼，你拢会照你的意思去想啦。啊，背出来吼，甲原文无共款，吼。因为迄话句你会白用别个句来读安尼，啊，所以一直操练，啊，一直适应，啊，到后来感觉讲，顶礼拜吼结束啊，咱想讲哇，无想讲9个月已经过去啊，啊，发觉讲，有真侪习惯吼，你无即款压力，毋是讲压力啦，一种的要求，啊，都大家有一个目标嘛。啊，你就会慢慢变成习惯。啊，所以我嘛感觉讲，家己打经历过。啊，咱这8项的敬虔操练，你茫想讲，吼啊，一项都无效啊，无够啊，佫8项，袂一个就惊着啊，吼。好，那这8项，兄弟姊妹，敬虔操练8步。啊，咱有请咱的干事司令吼，甲咱做图卡，吼。啊，这样寄互大家安尼吼。这个是有长老执事得用的啦。长老执事吼，迄加人几也紧，吼，因为吼，因着爱2档读一遍圣经，2档都爱读一遍圣经。啊，有诶会友吼，兄弟已经1档读一摆啊，迄你讲骹步拢走足紧啦吼。啊，爱需要做诶第2项是讲，每一礼拜招家庭大家做伙来一个亲子诶礼拜，古早阮叫做家庭礼拜，啊，即嘛叫做亲子诶聚会，也是家庭这段。啊，是咱的囡仔都已经大汉出外，来，咱约一个时间，大家来用赖来视讯，啊是恁有啥物 Zoom 啦，啊啥物迄落啊，即款的网络的媒体，啊，就大家见面一下。啊，咱 RPG 吼，讲5分钟就解决啦，你敢知？5分钟，
迄你若有开始吼，后摆你毋能5分钟，你讲了一个欢喜，你愈讲落去啊。但是惊要开始，万事起头难就对啦。啊，这是安那为着要连接咱家庭的心呐。咱想讲啊，你无用，我无用啊。啊，囡仔要读册，啊要升学，啊我要无用这无用迄，大家都当放咧，拢会家己自我原谅就对啦。但是你若讲好，咱就重话咧讲啊。啊，咱富强到免硬做迄，咱嘛要安尼做。来，大家先甲恁的亲人、兄弟家庭讲看卖，什么时间会当做伙，安尼就会当进行啊吼。啊，这图卡牧师拢有进前传互咱各单位啦。牧师是讲用这张图互咱看，讲你放伫你的手机啊内底，也是留起来。啊，这个活动咱常要讲，所以我就无一个搁一步步念啦吼。啊，这是有关兄弟姊妹的，吼兄弟姊妹。其中一点仔无相像是，咱3年读一遍圣经就有够标准啦。啊，咱足侪兄弟吼，咱今年年初无咧颁奖嘛，颁礼物吼。哦，足侪人，因为咱小组吼，足有力的小组长吼，安尼输人毋输阵拢，背圣经来读圣经，啊，拢会甲你检查，讲你有读无安尼吼，安尼加偌有效果的，就亲像阮咧参加这个男人勇士吼，啊，咱这同工拢，大家拢咧背金句啊，你无背敢会使，吼，这是种互相一个努力就对啦。啊，这是有关儿童甲青少年的，安怎训练因财务的管理，吼，好。他拄仔咱读的第二段的迄个经文吼，就是哥林多前书9章24节。啊，咱读的是较规段，但是中间这段经文这节吼24节讲，恁一定知，伫运动场参加竞赛的人拢落去走，毋过只有一个得奖。亲像安尼，为着要得到奖，恁都要拍拼走。拍拼什么意思啊？吼，咱台语讲拍拼，吼拼都已经足有力，搁拍拼吼。啊，就是尽你的能力就对啦，吼！啊，家己督促家己，要求家己，安尼就对，吼！啊，所以，这个是第一项，咱有解说几项，啊，牧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吼！逐日读经、灵修甲祈祷，读经、灵修、祈祷。咱教会遮个同工讲啊，咱这来试办吼，应该咱难度无悬啦，因为咱教会本来就拢有啊。而且伊的要求都搁较悬呢，咱拢是讲一年读一摆圣经呢。啊，咱有请咱的硕龙长老吼，甲咱准备1年份的读了的表，后2年份的来读表读好了。啊，即摆搁加一个讲，不要紧，等开始的吼，你免遐尔啊按，3档读一摆就好，3档甲规年读了。啊，我看到谢牧师吼，伊嘛足认真的。伊讲安尼1年份的读看嘛咧，读讲啊无2年份嘛做伙读安尼吼，等于2张拢共来看伊的进度就对啦。啊，所以若有心，咱就会当完成读一遍圣经。啊，你读圣经，你愈读，你就进入到你的内心，成做你平常时属灵的美娘。诗篇5篇30讲，耶和华早起时要听我的声音，早起时我要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且爱警醒，所以兄弟姊妹，每日读经灵修祈祷，就是甲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你讲我甲主亲密，你都若有读经祈祷，你这个关系就开始建立。第二是灵命，读经灵修祈祷就是食饭甲呼吸就对。你一个人要活吼，你有食物件吼，啊你还阁会喘气啊，这2项袂使无的。啊，咱甲主的关系就是读经灵修祈祷吼。第三，读经灵修祈祷真要紧，是成做你属灵精进的武器啦。你有准备有咧操练，那亲像阮较早的军人吼，拢古早是爱磨刀磨钱呢。啊，阮较早咧做兵的时阵吼，迄个枪吼，逐日拢都爱整理哦，啊，拢喷一罐油互你，啊，迄布拢互你，啊，就规个甲你绑起来，啊，规一个枪的迄个。零件拢剥开了，啊，一样切，安尼到时要征战的时阵，毋则好用，啊无啦，迄拍枪吼，啊拍袂出去，迄足危险呢。啊，所以吼，阮咧当兵的时阵呢，有一个比赛，都是用布甲你的目睭按起来，啊，一支枪放伫你头前，开始比赛讲，偌久以来，甲规支枪拢零件拢剥起来，啊，看送上紧。伊意思讲，
伫暗时啊，无电火的时阵啊，你穿吼安那斗你斗袂好啊，所以目睭暗起来，你有哪斗会起来？会晓操作啊，足熟手。咱读经灵修祈祷就是亲像安尼，你都甲武器拢穿遍遍，即个属灵的攻击一个来，魔鬼的搅扰一个来，迄个黑暗的势力一个搅扰你，你已经装备好。啊，所以这是第一项，咱基督徒真重要的。啊，咱兄弟姊妹，平常时咱的教会都一定咧推动啊。读经佮祈祷，这是咱会友第一项袂使无的。马太福音第4章第40节讲，人活着毋是干那只靠食米，是靠上帝嘴里所说出一切话。以赛亚40章这个写毋对嘅40章3节，讲听候耶和华要定心，你就开力，走袂也行无险。总是听候的意思是讲甲主亲近啦吼。兄弟姊妹，基督徒，咱长期若无甲上帝对话，就是无祈祷；咱若无听上帝的话，就是读经。无回应上帝的心意，就是讲无顺服上帝的要求的生活方式，咱的灵命就会慢慢孤单冷淡啦，吼。最后对上帝启示吼，你拢无感受到，上帝咧甲你提醒，你拢感受袂到，因为你平常时无甲主咧亲近。迄就像一对翁仔某吼，人讲心有灵犀啦，迄太太啊，目尾一个念者，你就知影讲倒位爱准备啊吼。这就是安怎，就是平常时有咧互动嘛。一个手势，一个目色，同款意思。咱甲上帝关系，你若定有亲密关系，上帝吼，有时有危险到啊，有时有引诱到啊，有时有挑战到啊，有时有真多的陷害到啊。你属灵有灵敏，因为上帝对你的提醒，你知影。若无呢，灵命的冷淡孤单，到最后对上帝启示你拢无感觉。迄就亲像吼，你的收音机吼，迄频率对无着啦。对袂着拢袂清楚，像你的手机啊，去到深山哪来吼，迄信号拢无去啊，所以咱的信仰就会消退。兄弟姊妹，咱甲上帝关系嘛是安尼，咱的确都爱拄起讲我有受洗，我有去做礼拜，安尼就好，毋是安尼啦，是爱每一日听主的话，每一日来回应实践上帝的心意，听主的话哦，回应实践上帝的心意，所以。咱夫妇中间、家内人的中间、兄弟姊妹中间的关系，但是人甲上帝的关系，拢会互用心来建立。意思讲，毋通讲我信仰足烧落家庭的生活、亲人的生活、夫妇的生活遐尼冷淡，安尼根本都无平衡嘛。所以兄弟姊妹，属灵的敬虔，毋是一礼拜一遍的敬拜，是每一天持续甲上帝的对话。所以我都有讲，咱年初就印1年份的，印2年份的迄个表。若你无，爱咱搁去甲咱的干事讨，也是咱伫个柜台。咱为着讲，咱要试办嘛。若兄弟姊妹你讲好，对7月初一我要加入，我3档要读一届，要对对开始读啊。我赶紧甲咱的素荣长老讲，素荣长老伊吼效率够好，因为资料拢翻遍遍啊，伊随整理一张。下半年吼，3年份的半年是差不多1/6啦，规本圣经的1/6。你若讲我要开始对7月初一开始，你通甲咱的干事讨，讲我要讨一个半年的读经计划。这条读经计划哦，应该袂歹，就是讲真有初级的安尼，门槛足低啦吼。这个这个投影片无呈现吼，就是讲。一张表，7月、8月、9月、10月、11、12、6个月，咱干那要读4福音甲使徒行传，安尼实在是足紧吼。那你还未参加，你莫讲哎哟，要读1年读一摆困难哦。我先来参加这个7/6的，因为咱要试半冬嘛吼。3年读一摆，你就读7/6就好啊。咱就是读4福音，佮读使徒行传，7月到12月，你就完成啊。所以你若有这张表，你能甲讨电子档，还是甲咱的干事讲，我要需要一张半年份的，你甲印出来，等于入你的圣经。比如讲7月第初一马太第1章，1章尔吼。第二日马太第2章，安尼一章读，半冬就读
四福音，啊，搁参四大行传吼。好，第二个咱要三甲做的即个8项的操练，就是每礼拜举行一摆亲子家庭礼拜。亲子家庭礼拜，我会记吼，我囡仔时代吼，也无啥物娱乐，嘛无电视啦，啊，所以吼，大家就趁抑搁小可曝光哦，天曝光的天光，抑搁光光的赶紧食饭啊，啊无电火啊，啊食饱了哇，大家就准备要休困啊，因为结果是听收音机，吼，啊我的阿嬷吼阿公吼，就去坐伫遐啊。爬土豆，因为较早拢爱手工啊，啊若无就爱爬番麦，因为番麦吼无啥物机器啊，啊就爱大家甲迄番麦的迄个粒甲爬起来，啊放规个，啊就伫遐开讲讲话，啊无就听收音机。但是要做工课要困进前，大家少少的吼，啊伫个桌仔边，啊大家做伙来做家庭礼拜。迄个时阵无有其他的娱乐，啊嘛无其他的甜盘，所以逐日拢嘛家庭礼拜。但是慢慢啊，工商社会一个来吼，一直减，到尾讲啊好啊，啊都无用啊，啊都莫怎取消去啊。咱即马大家拢是安尼。但是咱黄金10年讲，即个是家庭足重要的时刻，迄叫做神圣时刻，嘛是家庭这段，你有吼。迄祝福足多的就对，啊，即个无困难是咱袂甲毋拿定，因为咱有2个困难，第一讲时间无用，第二啥？一个家庭准讲两个夫妇啦，啊，佮2个囡仔，4个人哦，4个时间斗袂起来啊，啊，所以伊的难度毋是讲咱爱甲无爱，是讲要笑去做伙，但即马真方便，你若较输无法同大家实体做伙，你用线上的。啊！你是为着要互你的囡仔更较健康来成长，有真侪代志吼，咱讲刻意去做的就对啦。啊，有做无做凊彩，但你刻意去做。是啊，咱最近听一句话讲吼，有一个小确幸。小确幸的意思是讲，这也无啥物大问题，啊，毋过有即个吼，加足好。吼，热天吼，啊，食一杯啊冰，小确幸。啊，意思是讲无嘛袂要紧，但是有吼，感觉心足快乐。啊，所以一摆家庭聚会，有人是讲啊，无就咱有2个要求，一个讲做伙自餐，对毋对？啊，你若大家做伙自餐，头前聚会一个嘛足好啊，吼！啊，这是真重要，也是讲恢复起来，咱长老教会较早兄弟姊妹会友的信仰会保持了真好，吼！无遐尼侪器材哦，无遐尼侪的资料哦，都是家庭礼拜啊。咱做父母的，每周立志为神决心举行一摆亲子礼拜，也是讲即个家庭这段，啊无就 RPG 线上的。咱实际小组伫迄个疫情的时阵，足侪人都有啊。第一，家庭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教会，父母就是第一个牧者。请会记哩，毋通干那讲牧师你才是牧者呢？父母就是第一个牧者，囡仔的牧者。家庭是注入信仰学习第一现场啦，是足重要的环境。第二，咱教会就是一礼拜一摆的敬拜嘛，是基督徒大家庭的组织嘛。啊，你的小家庭嘛是一礼拜一届安尼。啊，他家庭一礼拜一摆的敬拜是信仰传承的根基，吼。啊，是互基督信仰成做家庭生活，是家庭关系上深的连结。每礼拜一摆的家庭礼拜。互基督信仰成做你家庭的文化，你家庭有真侪的要素，但其中一项，迄个基督教的信仰，会当成做你家庭的一个文化。因为家庭是注入信仰学习的第一现场，是重要的环境。囡仔信仰的起造，毋是对教会开始哦，是对父母的家庭生活的态度开始。兄弟姊妹，这项嘛是真普遍，啊，咱毋免讲。足了时间解说，每月专修主日礼拜。那大家拢有咧守啦，要甲咱解说讲专修的意思是啥物？使徒行传20章的第7节讲，7日的头一日，7日头一日。这7日头一日，咱即马无咧讲，
咱讲礼拜日啊。所以讲，当时的门徒因自会擘饼，因为保罗第二日要起行，因甲因讲论到暗时。约翰福音20章的第1节讲，7日的头一日清早，天曝光的时阵，讲马达勒玛利亚来到墓里，看石头对墓刷开。伊在甲咱讲起讲，7日的头一日，就是今仔日咱咧做礼拜日。7日的头一日，足要紧，足重要。属灵的生活应该是用上帝做头，毋是用工作做头啦。所以咱7日的头一日先敬拜上帝。所以请会记哩吼，你的第一日毋是明仔载，毋是出拜一啦，要开始做工课。你的7日头一日是先来找上帝，先来见上帝，开始这礼拜的时间。所以先来遐尼要紧。你甲上帝建立关系，你来迎接上帝的听，领受主的教示，领受主的祝福，然后你这礼拜开始做你的工课，熟悉的工课。所以定义就是讲，咱优先次序是主日敬拜做开始，互上帝做徛头前，做所谓全礼拜7天，就要做伙经历伫上帝的祝福内底。这个马丁路德伊讲，主日敬拜毋是仪式啊，是信徒一礼拜灵修生活的起点甲中心，毋是一个仪式。你看无去吼，敢用歹势呢吼？无去吼，无彩，毋是，是你甲上帝建立关系。我要领受一礼拜的祝福，对敬拜开始。所以咱礼拜日早起就是安尼啊。第二，咱一个出名的海德堡要理问答，就是咱的圣经的意思啦吼。这个要理问答，伊安尼讲安息日就是放落熟悉的工课，专心参加教会生活。熟悉的工课真多，但是你专心要一项教会生活。领受上帝话恩典的记号，将安息延伸到每一日。所以遐个即位，咱毋是买啊，咱讲周末，毋是啦，周头就对啦，周头啦。每一礼拜头一日，你先甲信仰起做好，准备好，要迎接一礼拜的丰盛吼。所以圣经甲咱启示7日头一日主日，才是一礼拜的起点，而且。全世界大多数的国家甲文化，美国啦、以色列啦，基督教的国家拢将礼拜日看作是一礼拜的头一日安尼吼。将主日看作一礼拜开始，是咧拄则咱讲的，就是甲上帝看作上要紧。所以敬虔操练的核心就是培养定期、稳定甲上帝沟通的关系。主日毋是干那做礼拜，是属灵生活的起点甲更新。现在即位才会，互咱知影讲，若通知聚会有遐尼多的困难点伫遮，会冷漠，会丧失甲家庭的连结，会渐渐对上帝话失去脚步，丧失伫聚会中启示恩典。所以这是中会的邀请。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伫周报内底有写，牧师就无一一讲，伊咧解释讲是安怎，咱要参加即个敬虔的操练吼，拢总有5点啦吼。咱的周报内底。即个是有人问讲，牧师啊，迄个白纸报道发什么意思啊？事实就是一个即张图吼，咱中会讲要制作一个足水，迄有点仔亲像咧刮乐安尼，中间遐足侪字拢用迄个用一个毛甲嵌起来，你甲人传道理的时阵，甲人讲，这咱会慢慢若有摕到这个实体的物件，咱来做甲小组长来操练一下。毋过上简单吼，就是咱定啦，已经咧用。重要是讲爱个人报道就对啦，爱传福音，招人来传福音吼。另外一种更简单，就是块白纸，真正确的白纸哦。这个白纸吼，你若会晓画这就好啊。顶悬一则经节，是罗马书6章23节讲，因为罪工价是死，只有上帝恩赐伫咱的主基督内底是永生。因为这个吼，咱今日才甲讲3项啦，定。这个白纸报道法有用，牧师会搁较详细来甲咱解释。一张白纸你安那画，互人解释讲，对人的软弱坠落到上帝的拯救，中有一个世界就是耶稣基督安尼吼。他这几项，咱最后，咱中会足用心啦，因为这个大公教的蔡牧师，伊是正做这黄金10年的这个总干事，伊是义务的哦。毋是中会甲请，牧师几下同工做阮的委员啦吼，所以大家拢有份。又特别
有拍一块片要甲咱邀请，我请同工吼，甲块影片来放一下，然后咱就要做来异地的祈祷，咱来看一下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台南中会伫明年有要推动一个真要紧的事工，就是要怎样来建造健康的教会，要怎样帮助兄弟姊妹活出健康的生活。所以咱有要推动8项健康属灵生命的操练。咱伫今年下半年7月初一开始，就咱台南中会81间教会中间，咱有推选14间相对健康、相对勇壮的教会，来加做一个示范的教会。我相信健康的生活不是财物，健康的生活嘛不是观念，健康的生活需要实际伫咱生活的顶面来操练咱的真理。所以伫咱的圣经内底，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8节安尼讲操练身躯，利益是少；独操练健康，凡事就得到利益。所以我相信。咱的教会三同做伙来踊跃参与，咱的教会的确嘛会得到上帝的祝福。伫这8项的事工内底，咱咧强调婚姻夫妇的关系，咱咧强调爸囝母囝亲子的关系，咱咧强调财务的管理，咱嘛真强调个人祈祷、灵修、信仰的操练。我相信，咱三个做伙来参与，咱的教会就会得到更新，得到健康。通过安尼，我相信，若要互咱14间教会得到祝福，明年也要成做咱台南中会81间教会一个真好的示范。求上帝帮助咱，恁的勇壮，恁的更新，就是成做咱台南中会祝福。愿主赐福恁，帮助恁，互恁甲恁的牧者、甲恁的长职三同做伙来配合，共同做伙来推动，来做属灵的操练。我相信，上帝的确祝福伫咱台南中会身上。愿主赐福咱大家。好，感谢主吼。表示讲，咱14间教会对7月初一开始，大家做伙合作来操练。你毋免有压力啦，吼。伊遮有写讲，毋是要甲你强制我足无用足忝你甲我要求遐济，毋是，是要互你经历到迄个信仰虔诚所得到的利益。所以7月初一，我邀请全部会友哦，无咧敬哦，大家拢来，试看觅咧。咱到年底来讲，我做了。倒位真简单，倒位有困难，大家来做检讨。咱要做一个短的祈祷，然后咱要请兄弟姊妹准备，咱要来做异地的祝福的祈祷，咱同心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恩待阮，阮有份迎子中会的黄金10年，也做伙迎子。阮明年57年，阮通过属灵的8操练，阮要求家己训练家己。甲主更较亲近，家庭更较关系更较美好，囡仔的信仰操练也得到造就。主啊，阮知影，阮人拢有软正软弱，总是主当你甲阮同行的时阵，阮就要领受迄个属灵的甘甜甲喜乐。愿主你帮助阮，阮要做伙伫你的面前三甲服侍，需要祈祷的兄弟，求你圣心甲阮同在，互阮同心一致做伙有份。参与伫即个服侍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要请敬拜团，带咱做伙来吟这首咱真实的诗《赐我自由》。